来看这交通部呢，每年5月开始是要来实施高龄驾驶换驾照分级关怀的制度。也毋过，即马网络所传出讲，今年年底进前若准去换驾照，安尼就会当用到75岁。监理站是来保护讲，这是错误的消息，满70岁的人单人通知就会使啊。 这个月初二，伫中华保新有一位84岁姓陈的民众骑机车，雄雄切入大线北道弯，直接撞到一台救护车。台湾这几年不少侪岁人发生车祸，为着降低高龄驾驶交通意外发生率，交通部每年5月开始要实施高龄驾驶换驾照的新制度。但是网络刷风声讲，今年底进前去换驾照，得当用到75岁的错误消息。明年70啊，看网络啊，啥物咧讲啊，我提早来啦，说叫要去换，我提早换讲袂用。听讲70岁安尼较好啦，较安全啦。中华监理站最近接出一成的人来问高龄换驾照的代志，就是因为网络咧传，趁年底进前换驾照得当用到75岁。监理站嘛特别出面保护，即阵来换驾照只是加开钱，每年5月新制度实施，满70岁民众接到监理站通知，才来换驾照就会使。你70换驾照，等监理站的通知就会使。你即马60几岁来换，到70岁时阵，我嘛是个会通知你来换驾照。另外，我嘛要呼吁咱民众吼。 如果你即摆有驾照，但是未用到迄个驾照时阵，我嘛欢迎讲民众甲驾照交到阮监理站，鼓励大家来搭乘迄个大众运输，吼，互咱的交通安全吼，更加顺利安尼。根据交通部的新规定，每年5月开始，满70岁时段通过体检、上课、换驾照了，会当用到75岁；满75岁时段，依期3年换驾照的规定。 中华监理站表示，时到会一个一个寄挂号通知，民众无需要即阵提早到监理站换驾照。记者杨淑静，中华报道。